嗱，我哋睇翻舊年嘅卷，舊年嘅卷，咁或者其實唔係舊年，係今年考嘅卷啦。咁我哋睇到嘅情況呢，有幾個特別嘅地方。第一地方呢，就係今年出咗一叫人口老化、供養父母、傳統孝道、二手煙呢啲題目呢。我哋一般我哋叫啲叫非熱門新聞，即係我哋想講舊年最熱門新聞係咩啊？福島三一事件。福島，我哋好多老師同同學都會估出核能嘅，但係影都唔見。第二個我哋可能比較熱門啲，可能係一啲政黨嘅爭議啦。但係其實舊年除咗呢條第三題嗰度比較似之外呢，其實係冇出過。第二個我哋比較多出呢，就見到二線新聞之後就係一啲恆常議題。恆常議題係咩意思呢？即係話其實嗰啲題目呢，人口老化，或者我哋講一啲二手煙嘅問題。未必係今年可以出年可以出，經常會出嘅恆常議題。咁同埋第二樣嘢就係嗰個題目本身呢係好生活化或者概念化嘅。題目本身有深有淺，或者而家我未必有時間呢逐個同你講。咁或者你遲啲我可能 download 個 PowerPoint 俾翻你慢慢睇。咁但係第二樣嘢就係其實好多問題都環繞香港嘅。如果你睇過今年份卷你見到呢關於個人口老化係關於香港㗎啦。二手煙係香港嗰個情況，跟住呢個政黨都係以香港為主嘅。其實三條題目香港嘅重心好多。咁資料方面呢，基本上就兩則為主，有啲係兩則資料。咁就個量唔係好多啦嚇。咁但係較少考嘅呢，我哋見到呢主要考衞生啦，但係較少考就一啲全球化喺卷一裏面嚇，或者中國比較少考。中國其實如果你睇翻今年裏面呢，除咗卷二考嗰條係麥當勞嗰條關於中國文化方面呢。其他其實關於中國都比較少嚇，或者我哋睇埋卷二啦。嗱，卷二第一條呢就係講第三條跑道嘅，如果你記得嚇。第二條就講中國文化，第三條就講基因選擇個性別嘅。咁而三條裡面嘅情況都一樣，唔係啲熱門新聞嚟嘅，唔係啲熱門新聞嚟嘅。啲學生我哋嘅學生話俾我哋聽，其實佢考完卷一之後，期望卷二係有福島核事故。佢哋準備克福島核事故，咁全香港學生大部分學生都係不斷去準備核能啊啲，最尾影都唔見佢哋。咁第二個呢，我哋就話其實都係啦，有啲概念啦，有啲生活化嘅事例啦。跨單元比較少，中國比較少。其實兩份卷我哋睇到舊年同埋今年都係中國係相對地比較少，但係中國係出咗依一題關於麥當勞依題。依條裡面呢，第一條就問中國西方文化點樣經過咩途徑影響中國文化，8分。第二條問呢，就係問西方文化全球化係咪用咩會唔會影響其他地方文化？其他文化部分未必集中於中國文化。咁所以其實依條就以全球化為主添。咁關於中國改革開放問得冇，兩份卷都冇嚇。咁所以其實我哋睇到主要係一則同兩則資料啦。評比較多嘅。其實我哋喺卷二嘅要求都係比較評比較多。關於嗰個用資料相對地少嘅。如果你睇翻卷一同卷二分別就係卷一好多時候都會話根據資料、參考資料。卷二係有幾題題目係連呢一句都冇。咁即係話其實資料呢喺卷二嚟講，只係一個引入，你可以愛嚟一個簡單嘅導入，引發你思考。至於而係以評論為主。如果你明白兩卷嘅性質，你答嗰陣時嘅要求都會唔同嘅。